喎。咁其實即係大家對於辭工題都有個問題嘅話，其實四個字：輸咗咁點，輸咗咁點，輸咗咁點呢個問題咧，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個偽命題。點解會咁樣講？就係因為承接住雨傘運動嗰個咁大型嘅民主運動，大家覺得有咁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，再加上呢一個辭職公投係會所有嘅團體、所有有資源係會投身喺民主運動嘅團體都去傾盡全力去做嘅時候，如果輸咗嘅話，好簡單，我哋係實力不足，我哋係不得民心，民意唔係企喺我哋呢邊，好簡單，好清楚。咁但係點解我哋話要整個氹俾自己輸咧？咁好簡單嘅就係、如果連一個咁傾盡全力，承接住雨傘運動一個咁大政治能量都輸嘅時候，我問一個問題：15年區議會會點？16年立法會選舉會點？好簡單呢個問題就係、即係正如你將一個女仔啊，如果佢真係本身唔中意你嘅話，係我聽晚唔約你，我後晚先約你。咁唔通聽晚唔約你，後晚約你，佢會俾你溝到嘅？呢個係呃自己嘅。咁你係真係要追佢，咁你今晚約佢出嚟食飯咯，今晚約佢睇戲咯，唔得咪諗下點樣再調整差率咯，唔得咪諗下再點樣去溝佢咯。好簡單嘅嘛，我覺得呢個道理真係。係即係點樣去結識，令大家互相明白。OK，我講得咁粗俗嘅大哥，真係即係溝唔溝，大家相互尊重理解啊嘛。咁你幾時約周永康啊？好，我哋聽。